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今日介紹名城呢個盤啦。咁名城呢個盤咧就係3房1套房，仲有4個房嘅，實用面積739尺。但係我要提一提大家，如果大家睇名城嘅單位咧，最好就提早1日預約啦，因為鎖匙盤唔多，大部分係有業主嘅。咁亦都有啲係連同租約係冇樓提嘅。咁啊，提早1日約嘅話，就唔阻大家啦。大家參觀下單位入樣價格先。好啦，一貫嘅長江積入到門口，左手邊洗手間，右手邊係儲物房、客飯廳，直望山景。咁啊，呢個就係個姐姐房或者 storeroom 啦。好啦，行入2步，單位嘅廚房啦，客飯廳，露台景觀，望返山景。主人房，主人房都比較大啊，左3邊落床，都係望返山景。主人浴室。2間細嘅睡房，同一景觀。另一間睡房，佢呢隻積咧個工作平台喺呢度咧。係非常之對流嘅，好通風。如果大家對名城嘅3房或者4房有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，等你電話。